咱提供比较段考的题目，迄段考题目我看了大概敢若有一条爱讲，啊，你若搁问题，你会哪会问？北调和川内亲子哪一个最近？甲，好像是这样啊，甲乙丙丁，好，这不重要。 亲子作用最强，发生在流速最快。好，第一个，上游下游哪个快？上游快哈，这基本会淘汰。啊，问题来啊，甲还是乙？来让后头来看啊，这是一个曲流，啊，弯曲的。 让流过来，哪一边快？甲比较快哈。为什么甲比较快？直接冲到那边。同时间过来，甲的路径啊比较长嘛，所以甲那边的速度快嘛。好，甲那边的速度快。这种公盘哦，对你们比较好理解。 还有一种讲法啊，其实是它真正的原因，就是你们即将要学到的圆周运动。圆周运动刚讲了，阿伟应该差不多啦啊，因为直线加速就是圆周运动，它有点像在做圆周运动。圆周运动要提供一个。 它因为有向心加速度，所以它要提供一个向心力，所以它这一面要对水提供一个向心力，也就是它会有一个反作用力去侵蚀这一个荷兰。这才是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好，哥不要紧，用流速的比较容易理解。所以你看到这个河流哦。 因为这会造成什么结果？这边沉积，这边侵蚀，这个曲流会越来越怎样？弯，越来越弯，对不对？越来越弯，这个河是不是不喜欢流太长？如果有一次突然发生泛滥，经常河流会改道。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个地理景观这样，它就截弯曲直。你看到一个地方，这里有一条河，旁边有个梅月湖，这就是它的旧河道。它原本是流过这里，然后一次泛滥之后，它改道，它截弯曲直，可是水还在啊。 一个老街，一在一个旧河道，这样，很多地方有这种地理景观，好，这就是区域流造成。另外这样会大概用河上有水所以咱唔免浪费时间，因为咱第二次造考的课程但周次比较少，然后分量还是一样多。 第三次就比较，它有凶比较多。好，所以呢，那来看啊，来第6章，跟讲地球内部的力量。咱第5章是外部嘛，第6章内部，内部就是咱地球内部，比如说地壳运动啊，会让它们越来越。 好，那光有这张来先了解地球内部有什么结构。好，所以咱另外重新回归这个内容。那另外一条话，我看你有概念的哦。地球的半径大概多多公里。你形解讲。地球的半径大概多少？其实你还可以换算哦。3000多。
下个月这我会想一个，资金是吗？我唔知白恁讲过无？有一道我去做心理建设，这我敢有讲。我去做心理建设吼，那个建设师吼，他不认识我，因为我是到医院去做。然后呢，心理建设要做智商测验，它里面有个尝试测验。以尝试测验我发觉问题哦，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做尝试哦，有点夸张。一本上有问题呢，你说先生，请问，光从太阳到地球要花多久的时间7。拜托，这叫尝试吼。我看20来，我问你光速啊，你二轨啊？30万。二年级理化30万公里每秒30万公里。光从月球到地球要多久？1.3秒。因为地球跟月球的平均半径是40万公里，所以基本话这个问题，我秒回答500秒，大概8分多钟。哦，有几样惊你？你想看？因为他把我的背景啊，他接下来问我第二个问题，他说：“先生，请你将24个节气随便讲3个。”谁啊？我跟他回答。立春雨水金的秋天金命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树土白露秋未满露上香立冬秋月大雪冬至小寒大。哦，一听到才要冰的嘞，讲先生，你到底是中文不好还是数学不好？我叫你讲3个，我叫你讲3个，怎么啦？他没有这样子的哈，他就有点吓到。他也要打光，我才笑笑的跟他讲说，因为我是教地科的。不过来讲哦，依照有同学听到我安尼讲哦，你后边你跟无影啊，在忙什么啊？为上得到天咧？就是这样教。以前我同学说，老师你讲慢一点，我要把它抄起来。我说你抄这个干什么？他说，老师你背那么熟，不是会考吗？我说不会考这个。然后他就，老师不会考你背那么熟。我说我以前当学生我就有一个特点，不会考的我背特别熟，会考的我都背不起。好可惜哦，如果反过来多好。如果反过来，我就不会在这边教书，我就上台大医学院。好，你要拿我为什么背这个吗？我背这个纯粹是因为相声里面，我国中的时候听相声，吴兆南跟魏荣豪讲的，然后它里面有一段，就是说他去当学生的家教，他很认真的，他定一个放假一览表，然后也就是他定放假一览表里面，只要24个节气。碰到都放下一边，然后就把这24个节气念下来，他念起来我就把它背起来，我不止背24个节气哦，我还跟一个相声里面，我把中华民国从元旦到12月31号每一个节日都背起来。不要说节日有什么，你知道吗？1月11司法节，1月15。药师节，1月20出版节，有这么多期，8月27民族英雄节，因为那一天是郑成功的生日。你字典他来，你知影有偌多节日？你唔知是讲这节日拢无放假啦，你拢唔知啦。这会不会考？没课啊！我以前那个民国80年还有一段很出名的相声嘛，
你讲过啊，你收起来啦，后面干嘛？上课又上课嘞，是要我帮你收是不是？那时候民国80年，你回去有一段那一页我们说相声是表演工作坊，那时候很出名，因为他第一个是把相声跟西餐厅、餐厅秀结合起来，然后它里面就有一段，你说我在家里睡午觉，电话铃声响29响，我把电话接起来，然后就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噼里啪啦对我讲一大段。那女生拿起来就说：“喂，我受不了你了，我决定要跟你分手。年轻有20万新欢痛，这种话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开始在新欢痛，到现在追求的人生就是一样说不出嘴，就是一样举着我一头让这个短期的跟你剪一段，2段保证1到2段。我要公开完没有？我受不了你了，我决定要跟你分手。原先我以为我是生活在幸福和痛苦中，后来我才发现我是被排除在幸福和痛苦之外。虽然追求的本身就是一项收获付出的意义，就是一项取得，我宁可断不可断，也不愿剪不断，你还要保证1到2段。有这件事。我被这干嘛？这个会考。然后他就说：“你到底做什么对不起这个女孩子？”他说什么对不起这个女孩子？他打错电话。那你说他打错，对不起，小姐，你打错电话。对方怎么反应？对方说：“你也一样啊，你们男人都一样不见。”怎么可能？小姐，你这样讲不公平，你这样讲不客观，你这样讲伤害到我了吗？然后他怎么反应？不讲还好，一讲，那小姐就哭出来了。他说：“你会伤害到别人了吗？最近老是这样，不是伤害别人，就被别人伤害。”我就对他叹一口气，小姐，人生嘛，不都是这样吗？你下午没有空，我们出去喝个咖啡好不好？在台北之恋第一段，我想要无聊一回这，我这我来讲的啊，我奇怪呢，美课的我鬼啊都些啊，所以。光从太阳到地球500秒8分多钟，你有没有想一件很有趣的事？爱因斯坦说光速是最快的，没有任何东西比光速还快。意思为公上，现在太阳落完不见了，你不会知道哦，你会看着它8分钟哦，等8分钟怎样啊？不见了，花一样。你现在晚上看那个星空，如果是它距离我们10万光年，你看到它的光，它10万年前发出来，它现在在不在你不知道，你只能确定10万年前它还好好的哦。10万年前一个呵一样，自己现在怎么样？它现在如果不见了一样，你要10万年后你才不见了，光速就是这样。好，这偌济，来有一个概念就好，6000次半径，6400公里，不用很精确，你要记6000多也可以，你要记6000多也可以。然后，当然物理地球。那我们做3层吧，好像3层肉一样，好，3层吧，然后回到比规划有3吧，好，3层肉，这很像，你要把它想成鸡蛋也可以，最外层鸡蛋，地球是地壳，然后呢，中叫做地壳，地壳和地壳的中。地，伊个高度吼，伊个高度大约就好。你安尼记，你安尼记，地核比一半多一点点，地函比一半少一点点。如果一个比一半，各占一半，那地壳呢？地壳平均不到20公里。
当然有的地壳的地方很厚，可能30-40，但是平均不到20，平均不到20。你想加点比例哈，6000里面占20，公里级的它占的都太丢太差了，对不对？蛋壳在鸡蛋里面的占的比例也比6000比20还多吧？你最多说它是蛋那个沫吧，差不多。蛋壳里面不是有层沫吗？搞不好那个沫的比例还比这个地壳在地球的比例还大。虽然资源一种笨哦，虽然我们是住在它上面的。换句话说，它对我们影响最大，所以我们对它研究最深啊。来，我们解哈。我们一讲到分成什么，你就要问根据什么来分。你一定要根据什么来分？这是根据组成的成分来分。咱你先体验，根据组成成分来分，咱讲成分。因为咱对地壳研究详细，所以咱爱详细讲，因为咱徛伫一定管地壳首先分成海洋，陆地下一定，大陆地壳。海洋地壳，大陆地壳的成分主要岩石，主要组成岩石是什么？我们最高岩石，咱二轨花岗岩。海洋地壳海底火山的岩石，对叫玄武岩。然后大陆地壳。它厚，它可以到30-40公里。想就大陆上面有山嘛，海就本身上面要海水的，下去已经海底了嘛。海洋地壳薄到有时候几乎一点点就穿了2-3-4公里，平均期。海洋地壳平均期有了1-2公里。因为重量级的几乎已经下去，地壳就裂开了，很薄。然后大陆地壳，密度小，它在大，大陆地壳比较轻，海洋地壳比较重，所以海洋地壳承载小。好，还有一个大陆地壳。比较吧，海洋地壳比较年轻，多年轻？我们地球广度45-46亿年，跟太阳差不多。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地球也差不多形成。地球是16亿年我们。大陆地壳很容易找到30-40亿年的大陆地壳，不过海洋地壳最老，我们能找到不会超过2亿。别说夸张但46亿，那海洋地壳最老不会超过2亿，要超过2亿的海洋地壳到哪里去了？被回收了。哪里回收？有地壳回收厂吗？有我们地球的地壳回收厂就在海沟。海洋地壳就硬生生的被挤到海沟里面，干嘛了？吃掉了，溶掉了。它溶掉之后又从变岩浆，然后它变成岩浆就从另外一边到地壳，但抓来给供掉，喷出来。变成火山，我们整个琉球
这火山岛还有安第斯烈士山脉，黑龙起安呢，融掉海洋地壳喷发出来的火山，形成安山岩，然后变成这个变成了火山岛，整个就沿着海沟。来，那成分呢？组成呢？还记不记得理化讲的地壳里面元素最多的地方？地壳元素最多的哪一个元素？氧。氧，袂歹，对，第二名呢？气。讲起这西湾，就是做触别的代替。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曾经到中国大陆北京去交流，跟我那时候是念清华研究所，我去跟他们清大研究所、电子所交流。这个我们有那个论文发表会我真才会听到一个元素叫做硅，然后一直在那边讲二氧化硅。我说什么硅？我周期表2个念过硅，然后我去看是什么字，是什么？更不土了，那我自己，这个我看元素化才知道，咱叫硒，你叫硅，中国那里叫硅，我们这里叫硒，但取这个音嘛，他们叫硅就取音，因为土里面最多的，所以这边土两个头跟土里面最多，所以。你有没有看过罗林五跟美丽的硅藻土？海藻的藻，硅藻土，迄个细藻土啦，咱叫细藻土啦。第三名的元素是什么？第三名的元素也就是第一名的金属，因为前两个都不金属。为什么它会前3名？就是我们地壳的成分就是含铝的细酸盐，细酸盐上 SiO4 阴离子，阳离子就是铝，所以 SiO4 4个氧对1个铝，氧当然是铝的4倍，是硒的4倍啊。那铝这个东西，因为我不是铝，只是最多的金属啊。你来面有铁，有上面还有很多所以这是它的成分。来，到地函地函里面还是硒酸盐，不过它的离子前面的金属铝就换成镁。好，这叫外部地函以橄榄盐为主，它的成分就不一样。好，到地核呢，不是硒酸盐，地核就纯粹是金属。什么金属？铁、镁。你那个理化学到电磁学的时候，你就会学到磁性物质。磁性物质以上3种：铁、钴、镍。比周期表尽管铁、钴、镍磁性物质。光了周期表，对临别时是跟中国那也不是拿稀土在威胁美国嘛？稀土是什么？稀土就是你看周期表，伊下骹是2排，周期表现在不是2排，在第1排里面，那些就是稀土。它在我们尖端科技产业一定要用到，它量很少，可是非用到它，所以它很重要。高科技很重要，电子产业啊，起码电池
大，为什么？他想为什么中国会占有稀土含量90%以上？全世界90%以上的稀土，难道只有中国这一块土地挖得出稀土，其他没有？不是哦，很多地方有稀土，乌克兰有稀土，澳洲有稀土，美国也有稀土，美国自己也有稀土啊。你有稀土，你为什么还要买中国的？因为稀土要提炼的过程很不环保。你照现在提炼的方法你提炼1吨的稀土，你会产生2000吨的有废气。你想看这种土废物，你如果要处理的话，结果就是什么？你这个稀土很贵，成本很高。为什么中国可以占全球90%以上稀土产量？因为中国不管环保，它这些有土废物就给它排到江河里面、土地里面，所以它才能控制全世界90%以上的稀土。它在哪？不是别的地方没有那现在怎么办？现在美国为了不让中国用稀土量卡脖子，可是它不能用那种生产方法做判断，研究更新的生产方法，更环保的生产方法，去降低污染，这样我就可以炼出稀土。好，所以稀土的记做题表给他一个，好，先刮三下子，这是14的这个，来，用这种铁方面这个金属咱的地核金属，我们要拿那地核分成内核跟外核，中心的内核是固态，外核，马里亚公液态，它是有点流体，类似像什么？像麦芽糖。麦芽糖你要说它是固态还是液态？好像不像它会长时间它会慢慢的变形，它不是完全硬的，可是你又不说它是流体，它就有点像这个。但内部都有点像这个，有些地方那种绷带后有岩石圈、软流圈的下面，岩石圈就是完全刚性的，它要不就断掉，而软流圈就是属于什么？会缓慢的移动。来，所以咱地球不太有精神，这节活动的啦，这节活动的，来，我教你们做一个，上次有没有教过握拳？这个有没有玩过？来，运动一下，右手握拳，然后轻轻的敲，大腿上也好，桌子，但你不要超出声音。来，左手打开，张开手，前后。好，接下来一起来。会不会？对了，不是这样子石头就是敲，布就是磨，两倍。等一下，要来换手，换，你有没有困难？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残障一样。换，你说要换水石你只要捏着石头就是敲，布就是磨，等于无聊没看卖，没看卖，这个是太神经了。
你如果是一定都是这样，还是都是这样子的，那表示你左右脑没有完全很分裂哦，很分裂。我当节，这打不买我当节。来，这比较精密的啦，这两位，这有这位。来，村长一把枪，5个人追过去，然后又跑回来，枪又追5个人，然后再跑回来，结果你就变这样子，这样追过去啊，然后跑回来啊，然后再追过去啊，再追回来啊，你不知道就变成枪就变形了，一边枪一边5个人追过去，追回来。追过去，追回来。好来进阶版的哦，进阶版哦，你不要在这里用过拍死人啊，袂当。一个用过来拍死一个，5个人用过对无？变剩4个转来，变剩3个转来，变剩2个转来，变剩1个转来。来画2哦，5、4、3、2、1。来画。5、4、3、2、1，安了没？爱连行啊，爱连行还有毕业证书啊。5、4、3、2、1，有了。大概我的在深化买。上次有一个。另外一些同学说：“老师，你是不是有自闭症？你小时候没玩饭哦，左手就可以用手玩哦。”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还会左手跟右手下棋耶。”没有对手，知道不知道？单人的复刻法。那地球磁场可能都是这些地核造成的。你知道地核，因为它不是刚性的，所以地球在旋转的时候地球转一圈，地核不一定转一圈有相对误差出来。柯林界相对误差造成地球的磁场。地球磁场的机制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因为它太里面了，我们很难去详细的研究它。你刚才讲地球的磁场，我们目前已经知道，它每30万年会反转一次，所以我们现在的磁场是在减弱中因为反转不是突然转过来反转一定是越来越弱，然后到没了，然后开始反转越来越强，再到一个极端，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地球磁场反转？30万年前反转过。我跟你讲，你应该就想到问题啊，就跟我上次问你们一样啊。我为什么知道恐龙时代空气成分？那时候我们有解答了嘛？琥珀里面的气体去检测嘛。问题是琥珀里面又检测不出磁场，那我们怎么知道地球每30万年磁场会反转一次啊？用算的。就测1天的磁场，然后看它减弱了。就看1天的磁场了。看现在的磁场。对啊，然后去看它推算。对啊。没有啊，我们知道它渐渐减弱，搞不好它以后就变成0，一直不见了。我们怎么知道它会反转？我们只知道它现在减弱中，我们不能推测出，而且还每30万年反转一次。然后还有风险，但岩石里面是不是有铁的成分？当我们岩石还是岩浆的时候，它里面的铁是可以自由转动。这时候它里面的铁会照当时地球磁场的环境去排列。不过当这个岩浆一凝固的时候，它就不会动了。这样你知道吗？你现在找到岩石里面铁的分子，
排列，就是它形成岩石那时候的地球磁场。所以你只要知道这岩石是多久前生成，然后再去测量它现在岩磁场排列，你就知道当时的磁场。所以科学家在研究那个海洋板块请问大西洋的底层、中洋脊到这整个海洋板块2亿年每30万年，它如果照这磁场磁力线画出来，就会出现密密麻麻的条纹。因为磁场会反转，磁场会反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小看这个我们的磁场咱哪个地球磁场来我们见光死了，我跟你讲，我们有很多宇宙射线是被地球的磁场给它导引到南北极去，不然极光怎么来的？你哪无你所以你又被这宇宙射线什么阿巴粒子、贝拉粒子完被乱打一通，你后来你只要皮肤接触到的都癌症都死掉。如果没有磁场，就完蛋。没料没反热啦，反正30万年，人类还能够活过1000年都是有问题。就不要烦恼30万年，你再烦恼太阳50亿年后会爆炸。太阳可以活50亿年，活到现在50亿年，也就是太阳正好烧了一半，它的燃料还能再烧一半。等它在50年后，你看你看越来越胖，变成红巨星，开始把它周围的从一颗一颗水星、金星、地球、火星一颗一颗吞下去，胖到一定的程度，啪爆炸了，剩下中心、白矮星，然后再吸收气体重新诞生。不过到时候你不知道投胎要不要在，还有没有生物，有没有人类，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不比地球的分层。我们总结一下，根据性质来分，这个细酸盐类含铝的，细酸盐类含镁的，这都是岩石成分。到这边就变金属成分，地核都变金属成分。这是依照性质来分我们下一节会讲到依照状态来分的岩石圈跟软流圈，那是因为分法不同，它会有交错。所以你先弄清楚，先弄清楚再说。好，今天我们大家来。